點解升咗職之後反而令你變得無能呢？又或者係你有冇見過有啲同事咧，明明佢喺佢嘅崗位咧做得好出色噶，但係升咗做主管之後咧，突然間變得咧好垃圾、好廢柴啊！呢啲現象我哋喺職場都見得多啦。大家好，我係啤啤，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書名叫做《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講嘅咧就係一個好普遍嘅職場現象啦。就正如標題所講啦，點解好多明明咧做嘢好出色嘅人，但係一升到去主管嘅位置咧，突然間變得好無能啊！如果大家都經歷過啦，甚至係經歷緊呢個狀況嘅話咧，不妨聽聽呢本書。今日我就會分享部分呢本書嘅精華內容啦，而嚟緊幾日我就會同早餐會會員嗰邊咧講晒成本書嘅。早餐會會員係一年365日，每一日咧都會有新節目聽噶。有興趣嘅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啦。頻道而家已經累積咗超過120本書噶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啦。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呢？你身邊嗰個咧本身能力好出眾嘅同事，突然間咧被提拔升咗做主管之後，工作表現咧就每況愈下。又或者係啦，你自己獲得晉升之後咧，發現新嘅職位嘅挑戰遠遠超過自己嘅能力範圍，每一日咧都好辛苦喺度苦苦掙扎緊，做住一個你勝任唔到嘅職位。咁呢本書嘅作者阿彼得博士咧就提出咗一個觀察啦，佢就話啦，喺每一個層級組織入邊咧，每個員工都傾向於咧係想晉升到一個佢冇辦法勝任嘅職位啊。咁呢個咧就係大家都聽過啦，好著名嘅彼得原理。人就係咁樣噶啦，係嘛？即係我哋傾向咧係向上爬咁啊，想不斷爬，爬到有個位咧就係我哋開始發現咧自己真係冇辦法勝任呢個職位啦。嗱，想象一個例子啦，阿小王小王係一個好出色嘅前線員工，咁因為咧個表現好優異啦，係嘛？被提拔為呢個團隊嘅主管啊。但係啦，作為一個主管咧，你係需要好多嘅溝通啦、協調啦、策略嘅規劃啦、人員嘅管理嘅工作能力啊。咁同佢之前擅長嘅前線嘅嗰種專業技能咧係完全唔同嘅喎。結果啦，一個曾經咧做前線好出色嘅明星員工咧，變咗一個咧好平庸啦，甚至係咧做得好差嘅主管啊！即係有啲人咧識得去執行，但係咧唔識管理噶嘛。咁呢個咧我諗大家喺職場咧都見得好多噶啦。咁彼得原理咧就解釋咗點解我哋成日都喺好多嘅公司啦、好多機構入邊咧見到咧一啲能力不足嘅領導者啊。而你睇翻嘅原因咧，就係你諗下，通常你點會升一個人咧？就係佢喺而家當前嘅工作崗位入邊嘅表現好啊嘛，跟住咧你咪升佢咯，係咪？咁但係嗱呢樣嘢咧就唔係擔保咧，佢哋會喺未來即係晉升咗之後嘅呢個工作崗位咧有一個優異嘅表現啦。因為你升唔升一個人係基於佢當前嘅工作崗位嘅表現，而唔係基於佢未來嘅工作崗位嘅表現啊嘛。所以啦，係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就係。當有一日啦，即係不斷咁樣升上去啦，有一日當你自己都達到咗呢一個咧，我哋叫做無能層級嘅呢個職位之後咧，會發生啲咩事咧？咁阿彼得博士嘅觀察咧，就係大多數嘅人都唔會因為表現唔好而被降職噶。相反啦，現實嘅情況咧就係呢班人咧，通常會留喺嗰個位置上面啊，形成咧一個組織入邊咧呢一個嘅無能嘅層級咯，就係佢做咗管理層，但係佢冇發揮到管理層佢要做嘅嘢。又或者要有嘅才能，咁呢個站在公司嘅角度，當然就唔係一件好事啦，係嘛？咁但係嗱，就算唔企喺公司嘅角度咧，企翻喺我哋個人自己嘅職業生涯嘅角度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噶。你諗下，我哋好多人啦，不斷追求去晉升啦，係嘛？更多嘅人工啦，更大嘅 office 啦，辦公室啦，但我哋好少去諗下咧，就係究竟你下一個崗位咧，即係你升咗之後嘅嗰個崗位，其實係咪真係適合你自己嘅技能同埋性格咧？你會唔會喺嗰個崗位入邊揾到成就感呢？定係只不過會覺得好挫折咯，好焦慮呢？諗呢個咧令我諗起我有一個朋友嘅經歷噶，佢係一個咧好叻嘅 programmer 嚟噶，咁佢係真係好 enjoy 去揼曲嘅嗰種人啦，話每次揼曲咧就有心流嘅感覺嗰種啦，好有成就感。咁但係啦，問題就嚟啦，你喺而家個崗位入邊咁出色，人哋就會升你咯，係嘛？咁升咗佢做主管之後咧，佢每日嘅工作變咗開會啊，又或者係解決一啲人際嘅衝突啦，係嘛？團隊之間嘅每個人嘅一啲是是非非啊，又或者係啦，要做各種嘅 report 啊等等嘅呢一啲嘅工作類型，佢一啲都唔 enjoy 啊。咁好啦，半年之後，我嘅呢位朋友咧，佢結果咧係主動請求翻咧，去翻去原本嘅工作崗位嗰度啊，即係話咧做翻揼曲啦。
諗呢個咧，可能會有人覺得佢好蠢嘅，係嘛？哇，升你都唔要啊？咁但係作者係話咧，呢一個喺職場入邊咧，其實係一個明智之舉嚟噶。彼得原理提醒咗我哋咧，職涯上嘅成功咧，唔單單應該係以晉升嘅階梯嚟衡量噶。有時候我哋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位置，同埋停留喺自己能力範圍內嘅一個最高嘅位置咧，可以為你帶嚟更大嘅成就感同埋幸福感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自己都想晉升嘅，係真係有興趣嘅，咁你自己再進修一啲咧管理嘅技巧啦，係咪？咁但係啦，佢呢度就講緊咧，如果你真係即係問翻自己，你嘅技能啦，你嘅性格，你嘅興趣係啲乜嘢，而你好清楚自己想要嘅係啲咩之後咧，你停留翻喺自己享受做嘅一個職位咧，其實有啲問題都冇噶。千祈唔好純粹係為咗隨波逐流啦，係嘛？而去同其他人一樣咧，去盲目追求不斷晉升啦。咁而喺呢本書剩餘嘅部分咧，我哋會繼續探討彼得原理點樣影響政府機構啦、教育系統啦，同埋呢種嘅制度性嘅無能啊，點樣影響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咧？而我哋如果喺公司真係遇到呢啲嘅情況啦，無論你係即係人哋叫你升職嗰個啊，定還是係咧你有一個無能嘅主管，咁我哋又可以點樣去應對咧？咁呢本書剩餘落嚟嘅部分咧都會提到嘅。有興趣嘅話，可以買呢本書嚟睇下啦，又或者撳下面條 link 去加入會員啦。會員們，我哋聽日繼續講呢本書，聽日再傾，我係啤啤，拜拜。